还弃。愿上主赐福听他的话又照他的话去行的人。献诗请果子小组所要献唱的诗歌是《好喜欢与你在一起》。献诗完，夏牧师今天要主讲的信息是上帝悦纳的感恩祭。上帝悦纳的感恩祭，我们一同来领受。我们谢谢果子小组哈，他们不止